对不起，这应该是介绍人，对不对？介绍人进场，有请介绍人拍拍手。走慢一点，这个地台你们第一个人走的，挥手挥手。太漂亮了，我说不出话来。待会儿他们请自我介绍。来，欢迎，也是我们调解委员方美芝小姐。 以及我们南方的代表，花童进场，来哦，注意安全，那么可爱，来这边，这边，来。 好，两位这么壮的花童，欢迎，谢谢。来，请到两边，谢谢。欢迎主婚人进场。首先是女方的家长，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一对不是夫妻，这位是生母，然后旁边这一位呢是认养他的夫妻，欢迎。你们很惊讶吗？可以掌声鼓励吗？谢谢姐姐跟弟弟，来，现在欢迎男方主婚人进场，掌声鼓励。 尤其是安坡村的，我们大声欢迎，好吗？现在我们有新的家人加入我们安坡村，妈妈请微笑，爸爸挥挥手，你就对我挥手没意思啊，要对大家挥手，好。好。 史上最强伴郎伴娘进场。哎，伴郎伴娘，你们不是新郎新娘？第一组少华、少如，这谁家的孩子这么好看？哎，第二个浩辰、强慧。 第三组校伟，林雅吗？怎么那么像韩国人？强强，佩玲，哦，这都是我们安坡村的青年，请大家好好看，不要怀疑哦，他们都长高了，只是以前我们都吃地瓜，所以知道长这样。接下来呢？ 史上最特别的新郎新娘进场是要开始，请将你的目光开始转往我们会场前面。麦克风预备好，音乐预备好，现场的各位朋友们，掌声欢迎新郎新娘进场。 进入安坡部落，安坡部落，你的掌声在哪里？
You say you love me. Oh, you did. Yes, you did. 看人的条件，我们在这个祝福的掌声。变成了诗情画意，也变成了浪漫。掌声尖叫声好不好？一起来！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时间正在往前走，所有的女性已经开始追求自己，勇于表达自己。各位男性朋友们，给所有女性祝福的鼓励好不好？加油！